今仔日有另一个故事，就是印度吧大拍背，有准备嘛？毋过可能讲甲无足熟，有一寡较无定因的事啊。伫开始讲的时阵，就开始震动，就开始讲雄雄看着白话字，就毋知影要安怎发音啊。甲再有写几个汉字，几个中文安尼，甲家己提醒。毋过呢，我着想讲，虽然讲表现无诚好，毋过就是讲，互我有一个机会，就是会当互我有一个压力，会当讲去看白话字，加看加写。家己加拼音，所以讲拢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是讲变讲家己有即个成长，就偷偷找机会，有一个压力，也有一个印象足深，即个机会因为有活动嘛，有活动你就会特别会记，就亲像讲，以早可能就是用搬戏的，还是用一寡较特别的活动，你就会记讲，当初是家己讲台词，迄句是啥，就记上条。所以我即摆就是去找一寡机会，安尼会当讲，就是练讲。讲无好其实嘛不要紧，就是我渐渐就是讲有找着家己的力量。因为讲其实讲这语言啊、台语啊，还是做任何代志，就是无啥物讲比较，就是你若摕出你的自信，其实就是我就是安尼，我会坚持，互大家看到即种精神，安尼就是一种人的能量，就会发挥，就会出现，毋是像机器人安尼，就是表现几分上悬分是上好的，这是以早的观念。即摆观念就是讲，这人虽然讲毋是生甲诚好，嘛毋是安怎以社会标准，可能就是普通普通。毋过伊就是有一个做活泼，无就是讲足趣味，无就是伊的思想足特别的，有一种无共款的所在，互人印象足深，嘛想要甲这个人挖近交流。这是人甲人之间一个无共款的即种看袂到的即种互动。所以讲，我就是趁这机会嘛，毋免甲人比较，讲啥物人讲较好，啥物人讲讲较安怎，就是有用心去准备，虽然嘛紧张，毋过就是这过程中间有学着物件，有印象，安尼，所以豆豆进步，因为以早就较无即个环境，无即个机会，定定使用台语，颠倒是我华语的程度，是较好，因为我就会使用一寡词，人若讲写文章，我会想讲即个形容，有到达还是无到达，我会当去发现，会当有一寡想法。毋过台语就是较生疏，毋过这拢是豆豆去累积。即摆我就是开始趁这机会，就开始愈熟对汉罗、对台罗、对
会白话字，豆豆仔去愈来愈熟悉，豆豆仔看有啥物事、啥物用法，以后就是定定看文章，看台语的文章，安尼豆豆看，有一个目标伫遐，豆豆进步。若讲话爱诚顺，就亲像即马，我即马就是用台语来表达一寡心内的想法。所以讲，其实就是讲，无共款的。以早可能就是写小说，就希望讲受到大家认同，大家因为我写的小说故事诚精彩，愿意来看，愿意来甲我甲我交流安尼，互我想讲哇，有人替我的故事卖去啊。毋过，就变成讲这愿望无达成，就足失落的。毋过即马就想讲，其实这故事就活伫我的心目中，我就定定会想起来，讲这个故事安怎安怎，就是家己会想啦。这是为我家己写的故事，因为是我家己写的，所以拢感觉讲足精彩的，感觉讲想起来拢足有滋味的。这就是家己的作品，甲别人的作品无共款的所在。别人的作品可能写甲诚好，毋过搁安怎讲，迄拢是别人的作品，家己的作品，就算是无人欣赏，毋过就是亲像家己生囝共款，就是有特别的感情，定定会想，想想的，这可能无啥物意思嘛，无啥物安怎讲，嘛无写啥物新的剧情啊，毋过安尼想想的，进入一个世界，就是我写的小说迄个世界，其实嘛袂歹啊。就是讲，我即马就是爱跳脱讲，表现有好无好，成绩，啥物人用较好，啥物人用较普通，爱家己跳出去。我即马就是爱讲去体验，就亲像讲，爱人嘛，爱人若讲别人的爱人，可能就是诚济优点啦，诚济讲伫交朋友的市场啊，拢排第几名。毋过搁较安怎，伊就是毋是家己的爱人，就嘛亲像厝内人，就是厝内人可能诚济缺点，诚平凡，毋过就是家己厝内人，这就是无共款，这就是这就是无共款的体验。以早拢是用社会眼光去看即摆的家己，每一阶段的家己，拢无法度画出一个，家己感觉讲会当找着家己，无共款的所在，找着家己有滋味的所在，所以讲即摆我就会使定定去开始去感受，这就是一种感受嘛，就亲像讲伫公司啊，若甲隔壁同事去开讲啊，可能这开讲嘛无啥，而且公司又讲恁拢咧开讲，恁咧偷摕薪水的吗？当然以公司的眼光、主管的眼光，还是同事的眼光，拢想讲这无好啊，上好就是亲像我对面迄个同事就是
大家拢出一支喙，就是伊伫做，伊伫拍拼。毋过这就是一种标准嘛，但是就是讲，我的标准就是毋免用这去看家己家己去讲我即摆毋是做拍拼去做公司最重要的工课，最重要的石头。安尼我做亲像是伫模灰。我这个人可能无啥物，这无啥物好讲的。这是用社会还是用别人的眼光去看？即摆我学会晓讲用家己的角度去看，就是讲，伊若会当互家己的思想有进步，嘛会当讲发挥家己的想法嘛有会当甲同事会当讲啥物话拢会当讲，即种诚好的感觉。其实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虽然伊就毋是讲有业绩就是进前咱定定就是会讲做啥物代志一定就是讲公司的专案嘛所以咱嘛不知不觉中会用即种物件来定义家己做诶代志有价值无，是毋是有一个有路用诶人拢可能用讲薪水啊，你伫这公司有重要无重要这听起来是无啥物每项拢安尼，毋过咱无想到诶，就是讲这影响咱家己对家己诶看法。即摆我就是爱为即种即种诶壳仔，即种框架即种框架豆豆仔透开，知影讲诚济代志，就亲像讲伫 Clubhouse 内底我今仔的表现虽然讲若是比起来，当然是无法度比甲别人无法度比，但是但是拄仔意义当然是无共款的，因为每一个讲故事我拢有去准备拢有做用心虽然讲讲甲其实重担足济错误嘛诚济毋过对我来讲，这就是无共款的代志这就亲像我讲伫公司即摆做诶代志咱想要安尼做，安怎做？咱即摆上定定做诶代志有价值无价值，有意义无意义，这不应该是用别人诶眼光、别人诶社会定论去看所以讲这会当互我会当解脱一寡想法咱定定都会想讲热情上好拢是家人若咱支持的政治人物上好就是拢会当选，而且替人罢免会失败莫成功这拢是用一个结果的论调去看代志。其实对这个对伊本身来讲，伊其实是经验体会搁较济这种物件从来无替人看到，咱看到的只是这个成绩，只是一个结果尔咱用成功失败去论影响。毋过我即摆就是开始会去豆豆观察，其实就是用Clubhouse 即种机会，会当看到无共款的人心亲像讲
有时阵开迄房间哈，阮嘛会寂寞，讲奇怪，拢咧开讲啊，足熟诶，阮哪会讲伫咧房间遐久啊，嘛甲大家足生疏诶，有一种孤单诶感觉。但是即种孤单诶感觉是介好笑，因为其实无论讲我伫咧 Clubhouse 咧迄个房间是甲大家拢开讲足欢喜，还是讲我讲诶物件大家拢有兴趣我是一个头人安尼。无论是安怎，其实我拢伫我诶公司、我诶办公室、我诶位置这就亲像咱即马伫地球，咱地球就亲像伫 Clubhouse 诶每一个某一个房间内底共款。咱虽然讲你就伫我边仔，我就伫你边仔，而且咱毋知影未来会记过去，就是讲，就是毋知影未来是啥明仔载，毋知安怎，就毋知影代志诚济，拢会互咱做想讲做无人甲咱帮助，做无自信的做孤单的安尼，做惊吓的。毋过，若用 Clubhouse 这种想法，无论讲伫咧 Clubhouse 甲人冤家啊，还是安怎，你毋免惊跳人台嘛，人就甲你踢出即个房间尔。其实对于我伫咧办公室的即个我是一点仔影响拢无。这就亲像咱的灵魂是一个宇宙一个足安全的所在，咱只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到地球，来地球选一个房间，伫咧内底体验，就变讲咱会比即个 Clubhouse 的房间加一个搁较关键。因为 Clubhouse 内底你是听无，敢若听着声音尔。即个相片可能嘛是一个袂正当的相片，你无法度去实际上看到即个人伊做立体伊做360度的角度，搁会讲话，搁会安怎？其实拢看袂着。咱的灵魂伫宇宙一个所在嘛共款，咱灵魂是会当知影未来，知影搁知影咱的旧前逐工会发生啥物代志，其实咱拢知。只是咱伫地球就变讲诚济物件就变毋知影。你毋知影讲明仔安怎？即摆做即项代志。会有效果无？会安怎？毋过咱拢是诚安全的，就算有人伫地球即个肉体啊，若讲发生啥物代志，会死去，其实无影响伊的灵魂呢。就亲像 Clubhouse 顶头，你替人踢出即个房间，其实伫咧办公室即个我嘛是嘛袂上啊，嘛袂疼，是迄个心内讲做无公平，做气安尼尔。所以讲，咱拢是诚安全的，只是讲咱着一部分就是去一个所在去体验，去学习。就亲像我去 Clubhouse 嘛，是为着学习嘛想要加听台语，其实有即个目的。只是有时阵受到即个影响嘛，因为即房间拢有一寡较主流的声音，所以伊会想讲，这人我上去动的是某物人，咱就开始欣赏啊。无就会怨叹讲即个人怨叹
我若替人怨叹，这人拢安怎安怎讲无话啊，有诶无诶，咱就会想讲偌希望咱亲像内底做主流、做像主角共款诶人，咱就会跳袂去，咱就会袂记讲，咱来 Clubhouse 诶目的，其实毋是讲要做一个房间内底啥物干部啊，互帮助真学老诶人，其实这毋是咱诶目的，只是讲用耳机去听即个房间内底讲诶话会受到影响，咱是较软正诶。毋过若是我着常常想起来讲，我来遮就是为着学台语啊，要听人讲台语啊，创造一寡台语诶环境，所以讲我是毋是这帮助讲做学老诶对象，其实拢无差。我若会使常常想起来，我着袂讲，做形象讲我哪会毋是替学老诶迄个人。所以咱即摆来地球嘛是共款，咱定定着受到这社会一寡主流观念诶影响，想要成功，想要出头，出人头地，想要表现诚好，想要做巧诶，无想要安尼看起来着颓颓安尼，毋过其实咱着袂记讲，袂记住咱来地球有迄个目的是啥物，咱会袂记呢？这着亲像我伫 Clubhouse 若无定定去甲家己讲我来遮着是学台语诶，所以讲有替人欣赏无欣赏，这种甲我无关系啊。就算讲我伫内底找着知己，诚侪人拢甲我学老，其实这嘛带袂走啊，这嘛是虚诶啊。虽然嘛是诚欢喜，讲这袂歹啊，拄着好人。所以定定就是爱想起来讲，想起来讲，其实我即摆体验一寡代志，这内底是有诚济，外口诶人看是讲，嘛无做啥物成绩出来，嘛无去考啥物试，嘛无讲做出啥物代志来，安尼看起来着普通普通。毋过敢若家己伫内底会使知影即个价值伫倒位，嘛袂讲迷失着，嘛袂替这环境迷去啊。像其实我拄着一寡人，拢是会当互我豆豆去思考。嘛有人定定着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毋过家己可能上重要还是讲家己会当肯定家己。只要我肯定我家己，别人的想法其实是参考就好啊。就亲像今仔日我去讲故事的时阵，我阁讲规篇讲我的感想，就是讲若是讲会牺牲啥物，甲啥物物件摕去换别种物件，若是讲是牺牲家己，是颠倒是家己的权利，家己本来有的物件，去奉献，大家会尊重。毋过若是有一寡物件是你家交换出去，得到的是短短的好处，一时的好处，若颠倒讲，虽然有得到好处，毋过是无互人做尊敬的。虽然讲这理论的物件，我的
敢想的物件是无人下课，啊，逐家拢是较下课讲你倒位倒一个字写毋对。毋过嘛不要紧，因为我讲出我想要讲的话，吼，这就是我家己的自信，我对家己的一种价值的坚持。所以讲，我希望讲未来我会使为这方面来拍拼，吼，都毋是讲，都毋是讲我想要得到的，就是别人的肯定啊，还是讲，伫 Clubhouse 去找舞台啊，有时阵去上课嘛是啊，讲我学诚济，若讲同学拢袂晓，我拄好我会晓，互我做请，我着做听吧，我着互老师诚欣赏。其实拢毋免，其实大家目的就是讲，拢伫内底学着物件。学着物件是上重要，毋是讲这人表现诚好，伊着心内有一种成就的感觉。其实即种物件是较自我的概念，就是咱定定会受着这自我的即种物件的诱拐，所以讲希望家己是上替人学乐，上替人肯定，得到足侪名声，阁有好康的，毋过这著是，这著是自我需要的物件，咱著袂记咱灵魂来遮，一定是有想要体验的代志。这体验的代志，你若讲袂记啊，著想讲无珍贵啊。这无啥，爱等有一工失去了，较知影讲，哇，我迄时阵哪会遐戆啦？阮去追求一寡其实拢无重要物件，颠倒是甲重要物件，足简单，著甲伊交换出去啊，无就是甲伊白记一啊。就亲像以前若讲台语的话，以前就想讲这哪有啥啦，就讲华语就好啊，这无啥。即马就豆豆捡转来，就开始讲这要安怎讲，然后这就为头开始学。以前想讲这无重要物件，等甲失去了，失去诚侪年了，较知影讲对我来讲是重要的。这就是一个人生，这是灵魂的一个旅行，灵魂的旅行，灵魂的旅行，定定咱会袂记，咱会看到，应该是好好去旅行，搁看到讲，路边有人卖物件，卖这物件做鱼卡的，足侪人去排队，就会袂记讲我是来旅行的，袂记我想要来创啥，就一直去选物件，想要选上好的。选大家上实行的，大家拢伫抢的。咱若无钱无够，去做一寡去做一寡小工啊，去赚一寡钱啊，存一寡钱啊，搁来买啊，就变讲你着伫咧商店，这小摊仔遐，着伫遐。甲时间拢开伫遐，若讲你毋是来旅行的，其实会袂记的，因为这边仔的这路边这商店实在是有够舒适的冷气，吹甲足凉爽的，会使人袂记咱是来旅行的，这就是我的体验。